各位讀書日誌嘅聽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想同大家繼續睇呢一本依家好紅嘅書《Supremacy》。我哋成日聽 DeepMind 同 AlphaGo，但你有冇諗過創辦人 Demis Hassabis 係點樣由一個玩遊戲嘅細路變成 AI 之父？喺呢本書入面講咗一個好正嘅故事。哈薩比11歲嗰陣係一個象棋神童，佢去列支敦士登參加國際賽，同丹麥冠軍捉咗10個鐘，最後佢體力不支投降咗。對方問佢：你點解投降？其實你可以求和的。呢一刻，哈薩比望住成間房嘅天才，腦入面叮一聲：如果呢班世界上最聰明嘅大腦唔係喺度諗住點樣食人隻棋，而係去解決宇宙難題，世界會變成點？呢個就係佢核心理念嘅轉變。佢細個買咗部 ZX Spectrum 電腦，佢發現自己可以寫 code，然後去瞓覺，部機就會喺夜晚幫佢跑完所有計算。書入面有一句好深刻，佢將自己嘅認知勞動外包咗俾電腦，電腦變成咗佢大腦嘅延伸。大家諗下，我哋平時用 ChatGPT， 其實都係緊隨住 Hassabis 呢個思維。佢17歲寫 Theme Park 呢隻 game， 唔係想教細路做生意，而係想創造一個微型世界。佢喺 game 入面加入咗早期嘅 AI 元素，令到啲遊客有唔同性格，有啲人衝動消費，有啲人好孤寒。Hassabis 嘅目標從來唔係要做一隻好玩嘅遊戲，佢係想透過遊戲呢一種模擬環境去訓練出一種超級智能。佢覺得如果 AI 可以喺遊戲入面解決問題，咁終有一日佢可以幫人類舉出宇宙嘅同一場理論，或者解開意識之謎。呢一種大腦延伸嘅概念，就係點解今日 Google 同 OpenAI 爭得咁犀利嘅底層邏輯。我哋唔係喺度鬥寫曲，我哋係喺度鬥緊邊個可以創造出人類史上最強嘅外腦。3個行動建議： 1. 建立你嘅認知外掛，唔好再用勞力去重複工作，好似 Hassabis 咁，主動野挨工具去處理你嘅認知勞動，例如寫 email、數據分析，將你嘅大腦留返嚟做決策。 2. 用模擬思維去學習，面對複雜問題，試下將佢簡化成一個有規則嘅遊戲，問自己利潤邊度嚟，邊度會崩潰，好似玩 Theme Park 咁去思考你嘅事業。 3. 重新檢視你嘅戰場，問下自己你依家每日花費咁多努力去贏嘅嘢係咪真正重要？如果只係喺棋盤上贏而冇解決大問題，係時候諗下點樣轉換賽道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Demis Hassabis 嘅故事話俾我哋聽，天才同普通人嘅分別，往往係於佢哋點樣替代工具。AI 唔係要取代你，而係要成為你大腦嗰部 ZX Spectrum， 幫你喺瞓覺嘅時候解決問題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型嘅深度導讀，記得 like 同訂閱我嘅讀書日誌。我哋下次見。